大家好，我係2班17號。今日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本令我深受啟發嘅書，書名叫《唐山大地震》。呢本書係由錢江先生所寫嘅，好生動咁記錄咗呢一次慘不忍睹嘅唐山大地震所帶俾我哋嘅震撼同埋殘酷嘅後果，亦都係好多中國人唔易再諗翻起嘅悲慘回憶，同埋將人性醜陋嘅一面展現咗出嚟。喺1976年7月28日凌晨3點42分，一次嘅地震震碎咗中國千萬個人嘅心，死亡人數超過24萬，重傷人數亦都高達16萬，孤兒人數都有3000人。受地震影響嘅人數多不勝數，同時亦都令呢個超過100萬人口嘅工業城市喺呢一次嘅地震中夷為平地。我印象中最為深刻嘅就係作者對唐山災民嘅一次訪問。喺地震之後，作者訪問咗一位唐山婦女，嗰位婦女攞住啲水果同埋糖果去招呼作者，但係作者就見到佢哋啲甜食退避三舍。原來佢因為喺地震之後長時間吊住葡萄糖水去恢復，從此所有甜嘅嘢都能夠產生強烈嘅條件反射，就算係普普通通嘅水果都唔想食，更加唔會食朱古力、年糕等等。10年嚟苦澀嘅味道一直都冇離開過佢。睇嚟今次嘅地震真係令唐山嘅居民影響深遠啦。另外，更令人唏噓不已嘅係，喺地震過後，一啲平日遵法守紀嘅市民，竟然喺絕望同埋貪婪嘅雙重夾之下，施下咗文明社會嘅偽裝。佢哋就好似聞到血腥味嘅鯊魚咁，趁住秩序崩壞嘅混亂時刻，肆無忌憚咁衝入嗰啲搖搖欲墜嘅百貨公司，爭搶嗰啲有值錢嘅商品。從金光閃閃嘅名牌手錶到嶄新昂貴嘅電視機，無一幸免。並且有人為咗將他人嘅財產據為己有，為咗發地震財，不斷冒認係死者嘅親屬，然後攞喺佢哋身上嘅財物。呢一種荒誕而可悲嘅行為，同平日文明秩序形成咗鮮明且刺眼嘅對比，暴露出人性喺災難面前嘅脆弱同埋扭曲。好彩，當地政府迅速採取行動，以嚴厲且堅定嘅態度去呼籲市民歸還贓物，並給予佢哋一個改過自新嘅機會。最終，呢啲被貪婪之手所掠奪嘅物品，喺羞愧同埋惶恐之中，返返去佢哋應該有嘅歸屬。呢一場如此荒誕般嘅插曲，最終以人性嘅些微醒覺畫下咗句號，亦都為呢一場災難增添咗一層令人值得深深反思嘅黑色幽默。睇完呢本書之後，令我感受到人類嘅自大同埋渺小。人類雖然自稱為萬物之靈同埋高等生物，但係當面對呢啲觸目驚心嘅異常現象，即使佢哋有利用儀器去探測，而嗰啲儀器的確有顯示出有地震出現嘅可能性，但係佢哋都依然無動於衷，一啲都冇意識到災難嘅嚟臨。相反，我哋平時以為好渺小嘅低等動物，例如曱甴、老鼠等等，佢哋都可以感受到地震嘅嚟臨，提前逃亡到其他地方去避難。倘若當時嘅人都可以敏銳咁察覺到呢啲不肖之象，及後可以準時咁樣即刻採取避難措施，或者就可以減少傷亡，避免呢啲血流成河嘅悲劇發生。並且睇完呢本書之後，我覺得自己嘅性格都有好大嘅改變，變得細心咗。我開始多啲了解身邊發生嘅唔同微小事物，同埋會嘗試咁去探究佢哋。我覺得對我嘅日常生活都好有幫助。我記得書入面呢一句係我認為最可以深刻咁總結全本書嘅，就係滅災是跨世紀一代人的使命。呢句說話係指20世紀嘅人類對於災難帶嚟嘅慘劇，應該要懷有深刻嘅記憶同埋高度嘅警覺，並藉此吸取前人嘅教訓，去變得更加機警，避免再有下一次慘劇發生。最後，希望大家都可以從中獲益。我嘅分享完畢，多謝。